中醫認為，人體氣血運行有3道容易阻塞嘅關卡，同埋儲存精氣嘅4大海洋，合稱3關4海。肩頸喺氣血上係頭部嘅樞紐，一旦阻塞就好容易頭痛、肩硬。按摩風池穴同埋肩井穴，等氣血順利上返頭部嘅水海，令人都會精神飽滿。胸腹係氣機運轉嘅中心，久坐不動，情緒壓力會導致肝鬱氣滯、肋脹胸悶。按摩膻中穴，以開胸散結，再配合腰部同埋大脈嘅穴位，打通中焦，等氣血匯聚於水谷之海，滋養全身。膝腳係陰寒易聚之地，氣血容易阻塞就會膝痛、腳冷。按摩湧泉穴同埋血海穴，驅寒除濕，等血氣循環不息，雙腳先有力，行路都行得爽啲啊！記住，通3關係打通氣血嘅通道，養4海係血氣補給嘅源頭。道路暢通，源頭充足，全身嘅氣血自然就會暢順㗎啦。